云林县对105年开始执行畜牧业废水回收的措施，目前全云林县已经有700多个畜牧场来参加。这个废水回收搁提去阴残，是会当减少化学肥料，也减少对环境的负担。也若即马对着环境部的政策，若准饲超过20只猪，也是40只牛，这个业者伫114年12月27进前，就要来申请畜牧业废水回收，若无就会开罚。今日饲猪场过去的排水孔，现在已经拢无咧使用。中枢饲猪900只廖先生就讲，现在拢将畜牧废水集中发酵，搁送到家己的农场来浇灌，毋若省下化学肥料，嘛对环境减少负担。我看走一就好，对咱水有营养，啊，搁对土地有好哩，好处理。因生肥啊，这若要留甘蔗甲这牧草，然后。阮算讲，是讲你看家己安尼肥，阮无卖啦，阮无卖哦，所以怎啊用？早一只用安尼啦。云林县环保局表示，为了减少河川的污染，云林县有105年开始推动早早育再利用，目前已经有744场畜牧场参加，浇灌农场面积1684公顷，会当减少畜牧废水278万吨。希望未加入的业者赶紧申请。环保政策在水务法在规定114年的12月27日，必须这些20头以上的那个猪，然后40头以上的牛的部分，就是必须要申请资源化5%以上。如果没有在这个期限前来做这些肥分使用的时候，我就会依照水务法来做一个开罚。环保局就讲，县内因为是饲猪大县，超过1200场畜牧场，环保局嘛第在乡镇以上成立交管车队，真侪农作物生长拢真好，呼吁业者赶紧来做畜牧废水的资源化，避免无第期限来申请，被开罚1万至600万罚款。记者用为你报道。